要用心設計公屋，都能變私人樓。全屋以歐式風，大量留白為主。電視背景歐式線條裝飾，深色落地櫃結實襟用。多功能轉角櫃、雜餐櫃、鞋櫃一體，執嘢換鞋都得。呢個房間用玻璃趟門做間隔，係有限空間滿足所需嘅功能，一個人瞓啱啱好。主人房花咗心機設計床頭背景，高雅大方、休息、學習、儲物功能都有照顧到。組合家私話明慳，採光通風。儲物櫃當牆，千祈冇睇少。兒童房利用高度差，做咗錯層上下鋪，爬梯上床，靠窗書台，光線好。家庭成員多嘅屋企，不妨試下呢種佈局。廚房配色清新 ，L 型櫥櫃嵌入電器更加骨子。有興趣可以 PM 我哋，超過1萬家設計案例，肯定有啱你嗰款。